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也爱坚守咱所承认的指望，无伫一甲摇动，因为迄应许咱的是信实的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，主要托记了讲：我留落平安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。我所赐的，无亲像世间人所赐的，恁心内毋通忧愁，也毋通胆怯。又搁讲：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这个世界上，恁有苦难，但恁通我放心，我已经赢过了世界。主的儿女伫人生的生活当中，也常常会遭遇到真济困难。有当时是神故意将咱带到一个绝境，敢若亲像无路通好行的绝境，是咱所料想未到的处境。神的后生查某囝安那才会当来度过这个黑暗的时刻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坚持对神的信靠，绝对无看复杂的环境，眼目只有单单仰望主。无论是灾祸也是福气，对咱今生无真大的关系。因为伟大全能的神掌管着咱人生活命一切。神听伊的后生查某囝，将上好救赎福分予咱咯。咱也伫真神信心的学校内面来接受着训练，所以咱会有真济功课需要去做。咱接受量书的考试，而且考卷每一项的试题内容都无同款，真少有这个考古题，并且呢，考题呢，或者是有时受神严厉的对待，这也是因为天父真神疼咱，因为主所疼，一直到要管教咱，免得咱犯了袂当挽回罪恶，失去了福音毋望。信心是一件伫真理当中奇妙的代志，要互咱对看袂到的代志，去完全相信迄将要成全的代志。所以希伯来书讲，神是所望之处的实底，是还未看见代志的确据。因为咱假使讲已经看见咯，安尼就无有迄个所谓的信心咯。会背的册者不一定拢常常跳伫迄个树枝顶面，一定向天顶冲去。会晓得游泳的人，则较会离开海边，跳入去深海，伫遐游泳。咱的运动和信心放伫神的话语的应许顶面，等候神的手扶持着咱，成全所应许的平安。对倒位咱会当得到信心呢？当一个人若已经到智慧、力量拢用完的时阵，有信仰的人就会生发着信心，用着信心来迎接着艰艰挑战。神的后生查某囝因着靠主得一个宝贵的体验，就是知影讲，因为专心信靠主帮助万国，像约伯讲，神试验我了后，我得要亲像精金。圣经顶面记着讲，咱信仰生活得胜的秘诀，对高信徒的身上，互咱知影讲，神安那伫绝境当中为因开路，因的见证实在是鼓舞着咱的心。敢若亲像摩西带领着选民来过红海，迄个救法是非常奇妙的。那么听着约沙法王甲一个亚撒王来向神呼求讲：我毋知安怎行，我的眼目单单要来仰望你。希西家王伫伊病将要死的时阵呢，伊就活当面来向神发出祈祷。这个高信徒因拄着艰难困难，无倒来赢过时阵，因便来仰望迄位胜利的救赎主的领导。但你会当对撒坑顶面起来，刷得了弥撒阿比尼哥会当脱离火窑，这拢是因为信心高效的见证。所以咱应当爱鼓舞着勇气，来接受着信心的试验。你得会靠主发出着胜利的呼声，甲做事人做来学乐。阮经过水火，你却互阮到丰富之地。也爱坚守咱所承认的指望，无伫一甲摇动，因为迄应许咱的是信实的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